無常最難以承受嘅地方，就係喺冇預告嘅時候，以我哋意想不到嘅方式，徹底改變我哋原本熟悉嘅生活。今次熊本地震，伊昂商場爆炸成為最關注嘅事件之一。但喺同一場地震入邊，熊本縣冰川町就係一個較少提及嘅家庭，經歷咗一段無力嘅等待。喺地震當日嘅7月28號下晝，91歲嘅齊藤絹子係一個老婆婆，佢正瞓喺自己張床上面休息。忽然間地震嚟臨，佢所住嘅屋企係一間2層高嘅獨立屋，當時間屋即時已經倒塌，2樓就砸向1樓，佢被困喺橫梁、木柱同埋土牆之間，個身體喐唔到。佢嘅家人已經好快咁趕返嚟。喺倒塌嘅房屋裏面聽見佢嘅聲音，齊藤絹子仍然清醒嘅，仲叫住屋企人嘅名，不斷講救我啊救我啊咁樣。個孫就返到屋企，佢嘅媽媽同埋親屬同埋當地嘅人已經喺倒塌嘅房屋入邊嘗試救人。隔住橫梁同埋瓦礫，佢睇見佢嘅祖母就喺大概2米之外，2米啊，就係大概2-3步嘅距離。但喺嗰一刻，喺2米之間隔住嘅就係砸落嚟嘅橫梁、木柱、土牆同埋成間屋嘅重量。佢個孫就叫修治，修治就叫佢祖母：你堅持住啊！當時齊藤絹子都有回應佢：我冇事。家人都問佢有冇受傷，佢話身體被困住就出唔到嚟。其他人繼續嘗試用電鋸、鐵筆、鐵錘一啲一啲咁樣切開木材，嘗試喺瓦礫之間打開一條通道。但間屋嘅倒塌太嚴重，嘗試拎開一件物件嘅話，都會擔心上面危危乎嘅屋頂再次跌落嚟。喺過程之中，屋企人想俾啲水佢飲，就嘗試用插有飲管嘅水樽綁喺一個曬衫竹上面，就喺瓦礫嘅空隙入邊慢慢伸入去。當嘗試用水樽俾水佢飲嘅時候，但都係差少少。佢只能夠搖動個水樽，希望揈出嚟嘅水可以輕輕滋潤佢嘅嘴唇。隨住時間嘅過去，天色逐漸昏暗，消防同埋警察專業團隊陸續到場。啱啱先地震完，交通都成問題，現場缺乏可以立即移開房屋結構嘅大型器械。齊藤絹子只可以困喺瓦礫之下。最初佢都可以回應佢嘅屋企人，後嚟佢嘅聲音越嚟越細，回應慢慢都越嚟越少。屋企人守喺倒塌嘅房屋外面，明明可以見到佢，明明都可以聽到佢把聲，始終都無法跨過去眼前2米嘅距離，然後救佢出嚟。到咗第二日上午嘅11點左右，救援人員終於能夠移佢出嚟，但當時佢已經離世。齊藤絹子平日最中意就係種花，喺屋企門口都種咗好多植物。平時好中意用手製作壓花，有時會花咗好幾日完成一幅大型嘅壓花作品。喺事情過後，佢嘅孫修治返到去倒塌嘅房屋面前，見到有幾朵紅色嘅花，嗰啲花就係祖母生前種落嚟一直照顧嘅花朵。根據記者所講，佢將幾朵花朵摘落嚟，放喺祖母最後受困嘅1樓位置，對佢話：一直以嚟多謝你。間屋雖然冧咗，花已經唔喺度，但佢親手種嘅花喺陽光下依然燦爛咁開住。喺新聞入邊，佢可能只係死亡名單上面一個名、一個數字，但對於佢哋家庭嚟講，係一個親人嘅離世。當你91歲喺呢個世界活咗91年，又點會諗到瞓下覺，突然間屋會冧咗落嚟呢？而救佢嘅孫又點諗到一日之間喺佢面前失救致死呢？事情係幾咁無常，又點樣預料到件事係咁樣發生？人生無常，一場無常嘅地震，只要幾十秒，原本熟悉嘅街道、商場、房屋，甚至一個家庭嘅生活都可以完全改變。日本地震提醒我哋，無常呢個道理唔係災難嚟到嗰一刻先至發生，而係我哋活着第一日開始，佢已經存在。地震最可怕嘅地方，唔單止係地面嘅震動或者引發海嘯，而係佢突然咁打破我哋對安穩嘅想象。無常係世間一切現象都處於變化之中，冇任何狀態可以永遠固定，亦都冇任何事物可以永遠停留喺原本嘅位置。所有事物喺條件之中生起，亦喺條件同埋因緣轉變之下改變。
我哋眼前見到嘅穩定，只係某種狀態暫時嘅延續，唔代表真正停止咗變化。內在嘅條件仍然流動、累積同埋轉換。當變化好慢嘅時候，我哋以為一切都冇改變；當變化突然加快，我哋就會感受到無常嘅存在。所以無常並唔係偶然發生一次嘅變故，而係萬物從形成、存在到消散，一切遵從規律。平時我哋會以為每日生活如常，所有人事物都理所當然喺度，以為今日過緊嘅生活，聽日都會正常咁存在，直至大地開始震動，我哋先至感覺得到無常一直喺我哋生活之中。簡單講翻少少地震嘅資料，喺2026年嘅7月28號下午4點27分，日本九州熊本縣發生咗7.1級嘅地震。震源深度大概係16公里。地震令大量房屋、道路、公共設施受損，供水、電力同埋交通都受到影響。喺加島町嘅伊昂商場發生爆炸同埋局部倒塌，八代市一間造紙廠亦都受到嚴重破壞。截至8月3號，地震導致30幾人死亡，好多人受傷，唔少居民因為房屋受損或者擔心餘震，需要住喺避難所，甚至留喺車入邊過夜。我哋喺新聞見到嘅通常係見到一個死亡數字同埋受傷嘅數字，但喺呢個數字嘅背後都係一個人嘅生命，亦都係一個家庭突然間改變嘅生活。每當我哋去日本旅行，走入一個商場，推住購物車睇嘢食、體育用品，心裏面可能諗：陣間去邊度食飯，陣間去邊度玩，陣間去邊度再食啲好嘅嘢食。喺嗰一刻，我哋唔會認真諗下腳下嘅地面可能會突然間震動，貨架上面嘅嘢會突然間冧落嚟，眼前一個好穩固嘅建築物喺幾十秒之內會完全冧落嚟。一切皆無常，而無常亦都有佢嘅緣起。大家都知道日本係一個島國，呢個地方成日都發生地震，同佢所處嘅位置好有關係。地球嘅陸地其實由多塊嘅板塊形成。喺呢度講好少嘅地理知識，太平洋板塊同埋菲律賓板塊一直向日本呢個列島方向移動。喺6000幾萬年前，日本係黐住亞洲東部呢啲位置，接近今日中國東岸嘅一帶。經過千年咁計嘅漫長時間，呢啲板塊移動，令到地殼出現擠壓、捲曲，慢慢成為唔同嘅火山活動，形成今日嘅日本島國。所以熊本地震發生喺九州內陸，板塊長期移動，令到地下嘅壓力累積。地殼一移動，緣分一到，壓力一釋放，就會形成地震。所以人感受到嘅地震可能只有幾十秒，但形成呢幾十秒嘅條件，可能已經累積咗好長嘅時間。從緣起嘅角度去睇，地球嘅板塊一直移動，力量一直喺板塊入邊累積。上一次熊本地震就係10年前，累積咗10年之後又再次爆發。喺呢啲相互條件嘅影響下，最後出現我哋感受到嘅地震。如果冇長期嘅板塊移動，就冇今日嘅日本島國。而有呢個稱為日本嘅地方，就因為有人類嘅文明，有文明先至有人住，有人住先有建築物，有建築物先至會有地震，令到樓宇倒塌。假如地震係一個冇人住嘅海中心位置，冇人會介意，冇人會 care 呢個地震有幾嚴重。所以日本唔係一個永遠固定嘅土地，佢就係一個無常變動中嘅板塊下形成。提起無常，最容易諗到嘅往往係疾病、死亡，又或者一日突然間失去重要嘅人。但除咗一啲突然發生嘅事，無常仲隱藏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。地殼每年移動幾個厘米，我哋企喺地面上面完全感覺唔到。山石每日都會受到風雨侵蝕，肉眼又睇唔到。屋企樓下嗰棵大樹每日高咗少少，我哋都睇唔到。仔女高咗少少，唔係好覺眼；父母多一條皺紋，都唔係好察覺。呢啲變化太微細、太緩慢，我哋以為大地係仍然係昨日嗰個大地，世界依然係昨日嗰個世界。直到多年累積嘅力量或者因緣，某一刻突然間釋放，大地山搖，山石崩落，房屋出現裂痕，我哋先至發現原來變化從來都冇停止。我哋擁有嘅人際關係、擁有嘅財富、擁有自己嘅健康，一切都好似變化得好慢，其實一切都好快。
父母每日都會變老，孩子每日都會成長，人嘅身體每日都有新陳代謝，細胞每日都有死亡同埋更新，體力、外貌、記憶、反應都會隨時間改變，只係呢啲變化都好慢好慢。我哋每日見到身邊嘅人，未必見到明顯嘅分別，直至有一日唔覺意你打開相簿，睇翻以前嘅相片，你先至發現父母嘅頭髮白咗咁多，自己嘅眼神同輪廓亦都唔同咗。人嘅想法亦都會不停改變，10年前好在意嘅事，可能今日已經覺得唔再重要。曾經深信不疑嘅睇法，經歷咗一啲事情之後，可能已經完全唔同。人嘅性格、選擇、價值觀都喺生活之中慢慢形成、慢慢轉變。就連我哋當下嘅感受同埋情緒，都唔會有一個固定嘅我。同一件事、同一句說話，經過唔同嘅生活經歷之後，理解都唔再一樣。人嘅情緒、想法同埋判斷，會受到我哋嘅身體狀態、生活環境、過去記憶、習慣、眼前嘅經歷所影響。所以唔單止身體一直喺度改變，連我哋一直以為自己嘅思想、價值觀、性格都冇從來真正嘅固定。喺《大般涅槃經》有一句：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。諸行係指世間一切唔同條件形成嘅現象，包括人嘅身體、思想、情緒關係，以及我哋嘅生活環境。無常就係指呢啲現象一直處於變化之中，冇一個狀態可以永遠停留。是生滅法就係一切由條件形成嘅嘢都有生起就有滅，因緣聚合，因緣聚散。人每一個念頭、每一個感受、身體每一次嘅變化都會有生起同埋消退。憤怒生起亦都會減弱，悲傷亦都唔會永遠。身體係由出世嘅開始，每一日都喺成長、成熟同埋衰老嘅階段。所以由出世嗰一刻，我哋已經活喺生滅嘅變化之中。人喺無常之中，一日一日咁樣生活，死亡就係一次最明顯、最徹底、最難以接受嘅轉變。衰老係無常，疾病係無常，相遇、分離、感情由深變淡，由淡變深，同樣都係無常。呢啲無常都係由條件生起，亦都隨住條件改變而消退，就係是生滅法。地震之所以令人咁震撼，係因為佢喺好短時間之內，原本我哋以為穩定嘅事物，處於生滅嘅變化之中，房屋同埋街道嘅改變，一切都突然間唔同晒。無常呢個想法令我哋應該要更加珍惜眼前嘅嘢，因為生命本來就活喺變化之中，唯有變就是不變。金剛經裏面講話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如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有為法就係一切依靠條件形成嘅事物，我哋居住嘅房屋、身體、家庭、感情，以及眼前熟悉嘅生活，全部都係屬於有為法。如夢幻如泡影，唔係講眼前一切都係虛幻，亦都唔係講話生活毫無意義，而係提醒我哋所有事情雖然真實咁樣出現，但亦都唔能夠永遠停留，亦都唔能夠由我哋一手掌控。就如清晨嘅露水，的確係存在，但係太陽升起之後，慢慢就會消散。閃電亦都真實咁樣閃過天空，但只有停留好短好短嘅時間。我哋眼前擁有嘅人事物亦都一樣，佢哋係真實嘅，亦都好重要。作為眾生嘅我哋係冇辦法永遠保留手上嗰一樣嘢。當我哋睇到眼前每一次平安、相聚、陪伴，每一次嘅快樂，其實唔係理所當然。正因為無常，眼前嘅一切唔可以永遠停留，我哋可以用關心同埋愛去伸出雙手，喺人哋面對痛苦同埋失去嘅時候，給予幫助同埋陪伴。喺呢一度，希望日本地震中嘅傷者早日康復，失去親人同埋家園嘅人喺悲傷中得到陪伴。願所有往生者離苦得樂，往生善處。感謝你收聽。